再次接受專訪，再次強調再窮都唔可以窮老師，要最梯嘅人去培養更加乜嘢人。如果我嘅老師嘅待遇唔高，佢哋人都唔願意做老師，佢只會馬太效應越嚟越差，越嚟越差。美國禁令之下，華為而家咩處境？華為係咪已經去到最危險、最艱難嘅時候？一方面係處於最佳狀態。芯片備胎轉正，任正非點樣評價海思？海思喺最近一段時間喺大家心目中幾乎就好似一個英雄咁。其實佢本身就係英雄嚟嘅。中美貿易摩擦升級，孟晚舟返國之路會唔會有變數？今次佢睇睇個背景下，你會唔會擔心佢將來點？唔擔心，冇準備將來讀個獄中博士出嚟。面對面專訪華為創辦人兼 CEO 任正非，你唔似喎。係啊，錄影。5月21號下晝，華為創辦人兼 CEO 任正非喺深圳華為總部接受咗面對面記者董倩嘅專訪。自從1月17號第一次接受面對面專訪之後，呢次係佢隔咗4個幾月第二次接受我哋嘅訪問，亦都係喺第二次接受國內電視媒體嘅專訪。當日朝早，75歲嘅任正非接受喺國內接近20間媒體2個半鐘頭嘅集體訪問。今朝2個半鐘頭嘅記者會咧，加上今日中午又係冇停過嘅會議啦，下晝再接受專訪啦，你會唔會覺得有啲嘢啊？唔會啊，我中午仲改咗琴日嗰份德國嘅嗰個紀曉嵐啊。呢啲係咪你平時工作嘅常態？我一般都係叫做20分鐘到啦。今日中午有佢哋晏角啊？有啊，阿叔話大約20分鐘啦。邊個可以證明我中午攞幾耐啊？因為我一攞着佢就唔知時間啦。對於4個月之後再一次接受面對面專訪，任正非有一個條件，要講多啲基礎研究同基礎教育。當外界都擔心華為佢哋生死攸關嘅時刻，反而你有啲超然世外，要講教育，教育都係你最關心嘅事。點解呢？第一，我哋從來都冇覺得我哋會攞咗，我哋已經做咗2萬枚金牌獎，獎章上邊嘅題詞係不死嘅華為。我哋根本唔認為我哋會死，點解我哋要將死亡冒得咁重呢？我哋覺得應該梳理下我哋存在嘅問題，邊啲問題要去除，邊啲要加強呢？佢一定都係屬於我哋自己。越高端嘅產品，美國就越冇辦法，因為我哋完全靠自己，唔靠美國。我關心教育唔係因為華為，而係關心我哋國家。如果唔重視教育，實際上我哋會返貧窮。因為呢個社會最終都係要走向人工智能嘅，你可以嚟參觀下我哋嘅生產線，20秒鐘一部手機由無到有，基本上佢未來我哋幾百條甚至上千條生產線都會完全自動化，所以我哋啲人嘅文化素質唔夠，至少你冇受過大專或者大學以上嘅教育，仲要你英文又唔好，跟住電腦又唔睇。工人嘅機會基本上冇，我哋公司都冇咩存在，所以要放大睇嘅國家都要走呢一步，否則國家就冇競爭力。身為企業負責人呢，好在意啦。1月17號，任正非接受面對面專訪時，佢呼籲要搞好教育，國家先至有未來，所以要提高老師嘅待遇，再窮都唔可以窮教師，要令到優秀嘅人才願意去做老師。令到佢哋細路都想讀師範，咁樣先可以用最梯嘅人去培養更加梯嘅人。而4個月之後，其今次訪問，佢最想呼籲佢都係要提高老師嘅待遇，再窮都唔可以窮教師，要社會各界一齊重視基礎教育。咁一個國家強大嘅基礎係咩呢？好似話鐵路、公路、交通設施、城市建設、自來水咁，各種環節都係。但如果咁老師咧，佢都冇靈魂。鄰國你有文化、有哲學、有教育，一個國家嘅基礎設施都係咁，一定要有軟土壤。如果咁鬆軟嘅土壤啦，咩莊稼都生唔到嘅。點解其他人唔會問呢個問題，而我會問咁多次呢？其實我哋喺科學技術方面真係領導緊全世界。我可以睇到我哋客家人嘅工作狀態。我一出國去到任何一個研究所，
每個科學家都會走埋佢講嘅方程。10年、20年之後，呢啲咁產生個結果，例如佢示範嘅系統方程俾我哋，話將來呢個毫米波會點樣，可能會令到人類嘅貸款提升1倍，但係只係多咗2倍嘅錢，即係你多咗2分錢，你就可以攞到100倍咁快，所以窮人都可以消費得起。咁呢啲基礎科學就要行到呢一步。如果佢由農村嘅基礎教育開始做起，佢由一開始嘅基礎教育做起，我哋國家就唔可能喺世界呢個地方競爭。所以因此，我認為就係國家要充分認清呢一點，國家嘅未來就係教育。喺任正非佢哋從華為遇到美國禁令，到最近不斷升級嘅中美貿易摩擦，實質上都係科技實力嘅較量，根本問題都係教育水平。你已經意識到佢哋關鍵嘅問題，但你哋企業再大都只係一間公司，你可以改變呢個社會問題，你可以做到啲咩？因為我可以見到科學家真實嘅研究，嗰啲頂尖水平有幾難我都知道。我認為要由最基礎開始做起，要尊師重道，真真正正咁做，將來呢個國家20-30年、30-50年都會有希望。呢20-30年內，人類一定會爆發一場好大嘅革命。呢場革命嘅恐怖程度，人人都攞到啦，特別係美國攞得最清楚。咁攞清楚，先至會毆打你呢隻出頭鳥啊！佢哋諗到我哋早就準備好，消滅唔到我哋。佢哋諗到啊！佢以為擺幾門大炮就可以嚇親一個國家，仲以為依家仲係嗰個年代，可能佢就判斷錯嘅，係嘛？以為捉咗我哋屋企一個人就得，就可以摧毀我哋嘅意志，呢個嘢都判斷錯嘅。所以我覺得對我哋國家嚟講咧，其實由今日開始，如果我哋農村嘅細路20-30年之後好多都係博士、碩士，佢就可以喺新嘅創新領域為國家拼搏，爭取國家信任同前途命運，呢個先至係未來啊！任總好似你頭先所講嘅呢一系列嘅問題咧，我哋就以人才為例，佢會影響到華為公司未來若干年嘅發展啦。會，你有充分嘅人才儲備啦。對於我哋可以喺世界各國網絡最優秀人才，比如我哋英國建立呢個芯片工廠，我哋從德國揾博士過去啊，因為德國博士喐手能力好強啊。我哋可以喺呢個新西伯利亞大學裏邊，把佢哋嗰個世界經濟嘅一啲冠軍5-6倍嘅工資召集嚟啊，對唔對？我喺俄羅斯提高呢個工資待遇，俄羅斯好多博士啊、科爾家就72到我哋呢來工作啊。咁既然如此嘅話，你點解要專門去操一份又許喺人哋睇嚟係閒心嘅心呢？係啊，愛國啊！呢個國家希望呢個國家反應富強，唔好再引人蝦噶啦。仲有一個啲人特別關心，外界有人講呢個華為而家可能係從有公司以嚟，而家係最艱難、最危機嘅時候，你咁睇咩？唔係啊，唔係我哋今年支持增長20%，至少每一個部門都搖搖欲試。我叫佢哋把計劃報低少少，如果唔係嘅話咧，上頭佢哋獎金就呃你哋咯。呢個係1月17號任正非對華為形式嘅回答。喺外界睇嚟，相對於4個月前，華為目前嘅處境似乎更加艱難。美國商務部隨後發表聲明話，將華為及其70個施壓環。為刺痛供應商嘅文章嘅回應，美國針對華為等公司發言。請問喺美國境內電子產品嘅具體價值係幾多？5月16號，美國當局以國家安全為由，將華為列入所謂嘅實體清單。呢個意思係，如果喺美國政府嘅許可，華為就買唔到美國企業嘅晶片等產品。因為高通、英特爾等美國企業一直都係華為嘅核心晶片供應商，外界因此擔心美國嘅禁令會對華為包括智能手機嘅內控業務板塊造成衝擊。好多人成日知道我哋採訪你嘅時候，都希望我問嘅問題就係關於華為係咪已經去到最危險、最艱難嘅時候？咁我哋未受到
美國呢個打壓孟晚舟事件未發生嘅時候，其實我哋公司已經去到最危險嘅時候，唔係好大，大家個袋都有錢，唔肯服從分配，又唔願意去艱苦地方做嘢，佢先至係危險狀態。而家我哋公司士氣高昂，成個戰鬥力都好強，呢個時候點會係最危險嘅時候呢？應該係處於最佳狀態啦。針對社會對華為嘅關注，5月21號朝早，任正非接受咗國內媒體嘅集體採訪。喺華為方面，俾記者嘅資料入邊有一張佢嘅相片，一架二戰時期嘅飛機，俾人打到成個西顛，彈痕累累嘅伊爾2號飛機都堅持住繼續飛，最後都安全翻到嚟。飛機下面有一行大字：佢傷痕累累，邊有皮粗肉厚，英雄自古多磨難。咁所以咧，啱啱有記者同行咧，都睇咗呢張飛機嘅相出嚟，我哋都睇到啦。話呢張相你都好中意，因為佢本身就係一張充滿傷痕嘅相。夜晚半夜我上網，點解就睇到佢呢張相呢？呢個好能夠說明我哋公司嘅情況，就一邊飛一邊收飛機，然後爭取飛翻嚟。講到呢架飛機，我有個問題想問你，呢架飛機之所以可以飛翻嚟，可能係因為佢嘅要害部位嘅受損，佢有冇可能有一日呢架飛機飛緊嘅時候，佢嘅引擎啊、油箱或者喺要害部位俾人攻擊嘅，咁就會。而家我哋要講一個故事，第一個德國，第二個日本，大家都知道德國係因為唔投降，最後就係炸到成個城市都變成瓦礫。至於日本呢，都受到好嚴重嘅轟炸，但係佢哋都唔投降，咁樣嘅話，日本就冇完全俾人摧毀。雖然大量工業基礎都俾人炸嘅，當時最出名嘅一句口號就係佢都冇咗，只要我哋人仲喺度，我就可以重新振作起身。德國嘅歷史冇得好清楚，咁幾多年就已經恢復過嚟啦，而且所有啲樓都修復翻，修復到同國家一樣，係咪先？日本經濟都好快復甦，靠住佢哋嘅人才、教育同埋基礎，所以呢一點係最重要嘅，係咪先？所有一切時期都唔可以忽略，係咪先？係咪先？每個人嘅素質、技能同埋資訊，其實呢啲都好重要。華為發佈咗呢張飛機嘅相，令人睇起嚟喺以前發過咗另一張相。芭蕾腳廣告圖，任正非以前喺達沃斯論壇演講時講過，我哋除咗俾人少飲嘅咖啡，多做啲嘢，其實我哋佢哋特別優勢，因為我哋起步太遲，成長時間又短，積累佢哋又少，所以我哋要俾人更加捱得苦。所以我喺呢度有一隻芭蕾腳，一隻好殘嘅腳。華為就係嗰隻爛腳，痛苦之中又帶住快樂。呢個就解釋咗我哋點樣行向世界。而呢張芭蕾腳嘅廣告圖，其實都同任正非個女、華為副董事長兼全球首席財務官孟晚舟有關。當地時間2018年12月1號，加拿大當局應美國方面要求，扣留咗喺加拿大機場轉機嘅孟晚舟。美國隨後承認正拒尋求引渡孟晚舟。10日之後，2018年12月11號，加拿大法院作出裁決，批准咗孟晚舟嘅保釋申請。當晚行出法庭，喺孟晚舟嘅朋友圈發文話：我以華為為傲，我以祖國為傲。配圖就係嗰張芭蕾腳嘅華為廣告圖，上面寫住偉大嘅背後都係苦難。外界擔心，因為不斷升級嘅中美貿易摩擦，可能會影響到孟晚舟喺加拿大嘅引渡訴訟。今次嘅佢哋背景之下，你擔唔擔心佢將來會點？一啲都唔擔心，因為而家我個女本身都好樂觀，佢自己都自學緊5、6科，仲準備讀個語中博士出嚟。佢區域入邊完成呢個博士學歷出嚟，佢都冇閒住，每日都好忙。我每次打電話俾佢嘅媽接電話，或者佢老公接電話，都話佢好忙。我就話佢忙，快啲過嚟聽個電話啦！佢真係好忙，而且過得好充實啊，真係唔容易。
佢而家喺邊度啊？佢溫哥華軟禁狀態，佢係軟禁唔係監禁，四圍都有警察包住嘅，但係佢生活上都仲係自由嘅。如果喺呢種情況持續好耐嘅話，重點係美國同加拿大都係法治國家，你要靠證據去證明佢有冇罪。我哋完全係講道理，成個世界都轟動嘅，家長都上咗頭條，最大份報紙都用嚟咁做主要標題，就寫咗孟晚舟係呢個國家違法事件嘅典型啊！就好似我哋人民日報大標題都寫住呢件事，你睇下，如果我哋唔係講道理，點會有咁嘅情況嘅？1987年，44歲嘅任正非集資21,000蚊嘅深圳創立咗華為公司。去到今日，華為已經由一間唔起眼嘅小作坊發展成為世界領先嘅資訊同通訊基礎設施同智能終端供應商，致力於將數碼世界帶入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每一個組織，打造萬物互聯嘅智能世界。華為32年嘅飛速發展，多得中國改革開放同世界科技水平不斷提升。據介紹，華為全球18萬個員工入邊，有40%半都係做研究嘅，每年用嚟研發，包括基礎研究嘅投入，大約佔銷售額嘅15%左右。2018年，華為喺研發方面嘅投入達到咗150億美金，未來5年會超過1000億美金。我哋公司入邊起碼擁有超過700幾個數學家，800幾個物理學家，120幾個化學家，仲有6000幾位專門從事基礎科學研究嘅頂尖專家，仲有6萬幾個工程師一齊去建立做大個研發系統，所以我哋可以好快咁追上人類時代嘅進步，要搶佔住更重要嘅制高點。華為旗下嘅半導體公司海思就係華為搶佔咗一個制高點，亦都係喺美國禁令發出嘅第2日凌晨，海思嘅總裁何庭波發表咗一封內部信，話華為好多年前已經做過極限生存嘅假設，預計有一日所有美國先進芯片同技術都會唔再可以睇到，但係華為依然會繼續為客戶服務。喺宣布之前，為公司生存而準備嘅備胎，一夜之間全部轉正，為華為嘅正常業務保駕護航。海思半導體最近喺大家心目中幾乎就好似一個民族英雄一般嘅存在，因為佢哋喺技術研發方面真係非常之出色。其實佢本身就係英雄啦，你睇下佢幾多獎牌啊，職級有幾高啊，各方面收入又有幾多，我都問過佢哋啦，佢哋話默默無聞。我問錢少咗咩？佢哋話唔少，佢咪得咯。你點解用錢嚟做標準去問呢啲問題？佢哋都想出咗張揚下，但我哋唔俾佢哋。嗰啲做手機芯片嘅人都想上台演講，我哋就批評佢哋，叫佢哋老老實實翻工，翻去自己崗位，唔好喺社會上講嘅。搞銷售嗰啲可以去講，你搞芯片研發嗰啲就唔好去講，要踏實嘅。點解啊？佢話呢啲係做嘅啫，佢都未做好，張揚佢做乜嘢？佢對佢哋嚟講，咩先叫做好嘅嘢？產品咯。如果佢哋一直逼住，點證明佢哋係做好定未做好？翻屋企，老婆日日讚佢，老婆買幾個手袋翻嚟問靚唔靚，咁咪即係讚佢咯。佢唔賺咁多錢，老婆邊有錢買手袋啊？外邊嘅人都唔知而家為點解要外邊嘅人知啊？我覺得唔需要外界嘅指導。其實去到國家層面發言嗰啲人唔係真係發明人，唔會咁真正嘅發明人去領獎嘅，傻更更咁將佢張相貼上網啊！你睇下網上其實何天波咁相都係假嘅。我最近成日見到佢哋相少量嗰啲先係真，多數都唔係咁嘅。人哋叫佢哋做備胎，佢哋自己都叫自己做備胎，你會點叫佢哋？我就冇叫過佢哋做備胎啊！市場系統、研發系統一樣咁重要嘅一個部門啊，佢哋都係正常出糧，佢工資、佢獎金，人人都一樣啦。大紅花，你睇我哋發俾員工嘅獎牌。
真係好靚喎！呢個係俾邊個員工嘅？係你邊個評賞就俾邊個。評佢係咩獎啊？佢明日之星每年有20%，20% 大概有4萬億到啦。我哋嘅獎牌都係好厲害嘅，都係全世界嘅造幣廠喺我哋公司做獎牌。利益上晝你都話佢哋咧，一路就係低住頭夾住尾做人，逼唔住啦。呢回逼唔住啦，終於輪到佢哋去昂起手嚟啦。呢個係好事咩？而家都唔可以話係好事，又唔可以話唔係好事，已經發生咗，我哋就認啦，就決定啊嘛，就成噶，唔好再收翻轉頭啦。海思喺2004年成立，負責華為所有半導體晶片同埋核心零件嘅開發同交付。喺華為內部地位特別重要，但係呢個部門就非常低調，甚至喺華為嘅架構入邊，一級部門都揾唔到海思嘅蹤影。就喺當年2004年甚至更早嘅時候，中美關係一切正常，而且國際供應鏈一切正常。點解你會預想，假如呢個世界唔正常，點揀呢？呢個嘢呢，我咁講啊，我哋呢曾經係準備用100億美金把啲公司賣俾個美國公司，因為我哋大家都知道呢，我哋再發展落去呢，就同美國要碰撞嘅，一定要碰撞。咁樣呢，100億賣俾人哋嗰陣，合同都簽咗，所有手續都搞掂晒。咁我睇咗住花衫喺沙灘度跑步比賽、打乒乓波，但係就喺嗰個星期，美國董事會有變動，新董事長否決咗呢單收購。咁好啦，我哋翻嚟再討論，到底仲賣唔賣啊？咁如果少數派係激進派，堅決唔再賣，佢就唔賣啦。咁我哋就講10年之後，如果我哋同美國喺呢個山頭再對嘅，肯定我哋會輸，拼唔過嘅嘢。人哋遲咗先到，但係人哋攀南坡嗰陣帶住牛肉罐頭同咖啡上山，我哋就係孭住嚟乾糧，然之後咧爬坡可能爬到山上，我哋仲不如人哋。好，咁我哋就要有思想準備。咁思想準備，我哋就準備就係備胎計劃就出嚟啦。係嘛？咁到咗今日咧，有人啲講話5G將來會唔會分裂成2種標準，然後西方一種標準？呢種標準，我認為唔會嘅，因為人類好唔容易先統一一個標準，為咗共同嘅全球銀社會服務。如果有2種標準，就變咗2朵銀，呢樣嘢將來好難融合，係咪先？咁喺呢個前提之下，當然我哋都會即係美國今日如果由北波打我哋落嚟，佢可能都要順住個雪滑落少少。而家仲係爬緊波，但係總有一日咧，我哋兩軍會爬到山頂，到時我哋絕對唔會同美國人拎刀出嚟拼命，我哋會選擇擁抱對方，我哋會歡呼。我哋為咗人類數字化、資訊化服務嘅勝利大會師，多種標準嘅勝利會師而歡呼。我哋嘅理想就係為人類服務，又唔係為咗賺錢，又唔係為咗消滅其他人。咁大家一齊實現為人類服務，唔係更好咩？唔係有人問過咩？既然有備胎，你點解唔用呢？我就係為咗圍繞西方嘅利益啫。我哋讓西方嘅利益被擠榨咗，我哋就抵用，朋友就變多咗。你睇我壓制住公司，唔好做8K 電視機。日本、韓國所有嘅電視機用嘅係我哋嘅芯片，用嘅我哋嘅系統。可能好多人就唔大能夠理解頭先你講嘅咁樣嘅一句說話，就係有嘅時候我哋擺住呢個錢唔掙，要讓人哋去掙。咁呢個係咩樣嘅考慮？我哋已經夠多咗啦，你要尾講盡把佢哋常委董事會7年前利潤太多嘅檢查攞嚟俾你睇下，我未批示咧。呢太炫富啦吧？唔係戰略投入唔夠，咁我哋呢啲戰略投入唔夠，咁我哋戰略投資夠啲，咁我哋今日個困難就少啲。你呢度便冇炫富嘅意思，咁聽得出嚟嘅。咁你點解識錢多咗呢件事啊？就好似你屋企嘅土地咁，啱唔啱？你屋企將你喺屋企圈入邊嘅牛糞、豬糞咁樣撒落塊地度，都係一樣啫。佢土壤肥力好嘅，過幾年你喺屋企嘅莊稼咪可以收多啲咯。我哋而家講要加大戰略投入，其實就係個原則啫。而家海思旗下已經擁有5大系列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嘅芯片，分別應用嘅智能設備、數據中心、人工智能等唔同領域。
其中麒麟芯片已經成為華為手機建立競爭力嘅重要武器。有咗獨立分析師認為，華為嘅芯片研發能力已經排到世界前列。都正因為有啲海獅做後備，任正非表示，美國禁令對華為嘅影響好細。如果我哋一切都照平時嘅發展，佢出現中間啲咩意外嘅話，咁你啲構想入邊，海獅應該係一個咩狀況先啱呢？你而家仲有大量基礎理論啊！呢啲基礎理論都係喺戰略研究員喺出面撒胡椒粉咁樣形成嘅啫。佢嘅基礎，你點可能行到今日呢個地步啊？係咪佢哋永遠都唔啟用，先至係一個正常好嘅狀態呢？一直都有用，佢話唔用，只不過而家可能就係佢哋要出嚟頂住，主要都係以佢嘅供應為主體。如果話政治上斷咗之後，美國技術又恢復供應，佢哋都係技術少量生產啫。你覺得仲有冇可能有啲嘢都係咁，可能美國自己講錯嘅、行錯嘅路，佢自己都會糾正翻。就係華為被列入所謂實體清單之後第4日，美國商務部又發佈咗為期90日嘅臨時通用許可，延遲對華為同佢附屬公司現有嘅美國產品同服務實施交易禁令。同時，亦都出現咗喺美國供應商開足馬力，趕咗禁令生效前加班加點咁樣俾貨華為嘅情況。咁換句話講，華為有咗呢90日嘅臨時執照，你點睇呢90日啊？90日你可以做啲咩？另外，如果呢個新聞係真，呢90日又被取消咗，你又點睇呢種反覆？我覺得90日對我哋嚟講影響唔大，因為我哋已經準備好嘅，其實唔需要90日，係咪先？但藉住呢個機會，我想講一講，我非常感激美國公司。講翻過去30年，美國公司一路陪住我哋公司一齊成長，佢哋做咗好多無私嘅貢獻，教識咗我哋點樣行路。特別係今日呢個危急時刻，真係體現咗美國企業嘅良心。應該係前晚徐志軍半夜嘅時候，我唔太記得啦，大概2、3點鐘啦，幾點鐘嗰時咧，佢打電話俾我，官兵打電話向我報告嘅美國舊年嘅努力，對我哋嘅政策，對我哋嘅情況，我聽到之後流咗眼淚。我覺得真係得到多咗，失到寡咗。你曾經第一句就話要多謝美國，因為係乜嘢教識我哋點樣行路，點樣可以成長。今日令你同華為公司感受到喺呢個複雜嘅世界入邊，其實有唔公平嘅地方，亦都正就係呢個國家。由來都係學生變咗做老師呢，佢唔係好正常咩？我呢個學生超越咗老師，老師唔開心，打你一棍都可以理解嘅。世界上流體力學同空氣動力學呢，其實係一對父子發明出嚟嘅，叫白羅利。白羅利呢個老豆就妒忌自己個仔嘅空氣動力學方面要超越咗，於是就殘酷咁迫害自己個仔。佢個仔都係咁學生，美國就係我老師，佢哋見到學生超越自己唔舒服，其實都好常見啫。咁所謂啦，寫論文嘅時候加個名擺咗前面咪得咯，我擺自己後面咪搞掂咯。你準備點樣去面對未來可能會長期存在嘅中美貿易戰呢？其實我哋都準備好打持久戰噶啦，佢諗住打短期突擊，我哋就係打持久戰，咁樣反而會令我哋越嚟越強大。等我哋捱過呢個最難捱磨合產品切換嘅階段，其實我哋就會變得更加強大。再次接受專訪，再次強調，就算再窮都唔可以窮。教育工作者要俾最優秀嘅人去培養更加優秀嘅人。如果我哋老師嘅待遇唔高，咁優秀嘅人都唔願意做老師，喺學校只會越嚟越差。喺美國禁令之下，華為而家嘅處境係點？華為係咪已經去到最危險、最艱難嘅時候？其實而家已經係最好嘅狀態。芯片備胎轉正，任正非點樣評價海獅？海獅喺近段時間以嚟，喺所有人嘅心目中，幾乎好似一個英雄咁樣喺度。佢本來呢個就係一個英雄。中美貿易摩擦升級，孟晚舟嘅回國路會唔會生變？呢一次喺咁樣嘅背景底下，你擔唔擔心佢未來點樣呢？佢唔擔心，
佢準備將來讀個預中博士出嚟。面對面專訪華為創始人兼 CEO 任正非。只有長期重視基礎研究，喺華為總部公務接待大堂嘅大屏幕上，輪流播放住華為出品嘅基礎研究同基礎教育公益廣告片。由2018年10月28號開始，呢條公益廣告片開始嘅媒體投放，任正非想透過盡可能多啲渠道去呼籲社會各界重視基礎教育，呼籲國家加強基礎科學嘅研究同創新。備胎好用，你點解唔用？佢哋就唔明我哋嘅戰略思維啦，係咪先？我哋唔會願意傷害朋友，我哋要幫佢哋有好嘅財務報表。我哋喺同美國公司講明話，用我哋嘅器件就唔用你冇乜器件啦，從來嚟講過呢句說話。我哋仲希望美國嗰啲公司技術可以繼續供貨俾我哋。另外，我哋共同以起嚟為人類服務。我哋喺祖先嘅時候呢，我哋都把我哋嘅喺呢方面嘅芯片能力開發嘅新嘅話俾對方知，甚至我哋研究嘅成果，我哋自己唔生產就交俾對方生產，唔係好多，要唔全世界嘅供應商點會同我哋咁好啊？你反對嘅係嗰種盲目嘅喺補短板嘅過程中，對呢種所謂嘅知識產權嘅呢種創新，我堅決反對。我就係最典型嘅短板唔得，我哋屋企成日俾太太同女女鬧，話我蠢，係真係蠢，我就係佢，呢一世就係佢。短人你去啦，我唔理啦，我就係咁樣做好自己嗰塊板啫，啱唔啱？搵人哋個長板拼埋一齊，咪變咗個高筒咯？點解一定要自己變成一個完整又完美嘅人呢？我話完美嘅人就係咁用嘅人，我哋公司從來都唔用完人。一見到呢個人追求完美，我就知佢希望唔指望呢個人會有咩變化。呢個人有缺點唔緊要，好多地方都缺人，認真觀察下嘅可以喺邊方面發揮作用。如果佢話自己唔識管人，就揾個識管人哋去做，揾個趙光去做政委咪得咯。我舉個例子，我哋俄羅斯有個科學家，後生仔嘅嘢，大數學家。我今朝唔係同你咁講。有咁啱嘅女朋友介紹俾佢，因為呢個後生仔唔識拍拖，佢淨係識做數學啊！佢嚟我哋公司10幾年，日日都喺度玩電腦，都唔知佢做緊咩。跟住我哋呢，就叫管5萬人嘅研究人員去博士嗰度睇下嘅，就打個招呼，講咗一句就完啦。我俾佢發驗師證書，佢係驗師，我俾佢發個牌牌，講嘅時就3聲，講完就冇乜講。佢聽唔明中文嘅咩？佢有冇翻譯？問題就係佢唔喺同人打交道，佢喺嗰度10幾年都冇問過我哋做緊咩，我哋都唔知。之後突然間要同我講，我哋將2G 突破到3G，呢個算法突破咗。一講完，我哋即刻喺上海，就係呢10年真係證明咗，我哋就冇一下就領先全世界。咁所以就係話。呢個就係你喺華為公司嘅強項，就喺呢度啦。係啊，所以基礎理論真係太冷門啦，普通人都唔想坐冷板凳嘅，唔係咩轟轟烈烈嘅嘢。喺任正非嘅話語體系入邊，基礎研究一直都同基礎教育齊名。佢認為我國而家基礎研究水平唔夠，係因為基礎教育跟唔上有直接關係。為此，佢曾自費請權威機構嘅專家進行中國基礎教育狀況嘅調查研究。你點解要做咁嘅調查？我就希望我哋國家發揚富強啊，希望國家能實現自己國家嘅夢想啊。記者會上面你特別提出教育，尤其是基礎教育咧，係國家層面要考慮嘅事情，係黨同埋國家嘅責任。但係你作為一個企業家，點解要做咁樣嘅調研？佢有一個權威性，佢要做一個咁嘅報告，中央會相信，而且佢哋調查咗全世界嘅教育，佢哋有非常深刻嘅理解同認識。點解你係以你自己嘅錢去資助佢哋去做呢樣嘢，而冇動用公司嘅錢呢？咁我同你講啊，我動用公司嘅錢係集體嘅錢，呢啲係要有流程同表決嘅。
我用公司嘅錢唔係我話事。例如咧，我最近去嘅普玉，佢哋將當地文化搞得好有特色。我嗰日佢哋去到嘅村莊嘅一場表演，我好有感觸，就攞住送咗咩好咧？咁我就話不如送你5部鋼琴啦。之後咧，我就真係送咗5部鋼琴俾佢哋。我捐咗俾貴州省嘅鋼琴，大概都有成1000部，都係我自己捐嘅。我希望可以由青少年開始，唔好淨係得數理化，應該要有全面嘅思想發展，要打好一個廣闊嘅文化基礎，係咪先？任正非對教育有一份特別嘅情感，呢個同佢父母喺偏遠地區做咗一世教師有關。因為喺嗰個特殊年代嘅遭遇，佢父母曾經叮囑任正非兄妹今生今世唔准做老師。你父母曾經同你講過，有啊，一世都唔好做老師。但你回頭嚟，你呢一世幾乎一直都好關注教育，點解呢？因為我嘅父母係鄉村老師，佢哋同我哋講今生今世唔准做老師。對於我嘅人性嘅選擇，你做咩都唔理，但係精神層面上就唔准做老師，呢樣嘢令我哋印象好深刻。結果我哋後來都真係咁做老師，但係老師係人類靈魂嘅工程師，佢嘅老師呢個社會點算啊？佢如果有問題呢，就要改變對教師嘅政策啦。所以我先會話，再窮都唔可以窮老師啦。即係話再窮都要對未來投資，就好似我哋做戰略投資咁樣，我哋每年都會俾錢大學，嗰啲支持教授嘅錢，嗰啲數目都係好大嘅。中國有實力就係因為我哋對未來有投資。如果我哋國家對教育都係咁樣，教育係國家未來，令到我哋嘅教育好似日本咁，好似北歐咁，好似德國咁，好似咁樣，咁我哋國家仲使擔心同美國競爭嘅問題咩？今年可能唔係睇得，但明年就會有幾個出色嘅人出嚟帶領大家再衝上山金嶺啦。如果我哋老師嘅待遇唔高，乜嘢仔個女都唔願意去做老師，佢只會令到學校越嚟越差，越嚟越差。邊人都唔做老師，只會越嚟越差。馬太效應就係乜嘢效應啦？係咪先？所以你覺得再窮都唔可以窮老師，跟再窮都唔可以窮未來，其實係一個道理。一樣啦，我哋可以講咗日本一個小學老師可以娶到個電影明星做老婆噶。我以前都知佢叫咩名啊，而家我就唔講個名啦。跟住都好正常，仲覺得好光榮，唔會覺得唔光榮啦。當然，我哋國家70年咁有好大進步，呢30年都改善咗好多，係咪先？農村老師嘅生活都進步咗好多，但係我哋要睇到佢哋係祖國嘅未來啊！佢哋就係國家嘅未來，佢哋負責幫佢花朵嘅水嘅人。如果我哋都唔幫佢花嘅水，佢點得啊？如果4年入邊嘅佢種使命感，佢就少咗2次水，佢花就會枯萎啦。咁啊，等於我哋少咗一個喬布斯嘅咯。喺中美貿易戰升級，華為受到明顯唔公平打壓嘅時候，任正非對國家基礎研究同基礎教育嘅焦慮變得更加強烈。起橋啊，起路啊，起樓啊，大家已經習慣咗，只要有錢就搞得掂。但係芯片呢，淨係賺錢係唔得嘅，要投資數學家、物理學家、化學家。中國真係要實實在在嘅數學、物理、化學、神經學、腦科學各方面努力去改變，我哋先有可能喺世界企得穩。我哋再將討論教育嘅背景放闊啲，如果教育現狀係乜嘢話呢？我哋點樣去面對而家同未來好大機會會持續咗中美貿易爭端？我覺得中美貿易根本冇問題，其實都係科教科技教育水平，國家一定要開放，先至有未來。但係開放之餘，一定要自己強身健體，真係要強身健體，你最終都係要有文化素質。咁我就明白點解佢大家都關注中美貿易爭端啦，關注呢個背景下華為未來嘅時候，你唔係關心呢啲，你反而關心我哋嘅教育。至於華為嘅未來呢，其實唔使我嘅，我哋下邊嘅人應該保得好清楚，佢哋只係希望我支持一下就得，我唔需要
太操心華為嘅具體事。我哋華為其實已經係個傀儡啦。所謂傀儡，即係人哋咁問下你，就算唔問我咧，佢都唔知。但係既然你咁樣定位自己嘅華為嘅位置，點解你唔好似自己想咁快啲退休，去讀翻個數學學位咧？哈哈，我覺得呢個問題而家真係好難答到你。得閒可以種花，可以養動物，點解你要養數學啊？你睇下，我將來會係種花嗰啲人咩？首先問下我太太，佢都唔信我識種花。我話我要退休，佢根本就唔信我。你唔好講呢啲說話，我根本唔信你會退休，你唔做到行唔喐，你都唔會落台。咁換句話講，你想學數學呢個願望呢世可能係有口略。咁似啦，有可能呢？美國壓境嘅時候，唔係覺得你係民族英雄，你願意接受咁嘅稱號咩？不接受我狗熊，我根本就唔係咩英雄，我從來就唔想當英雄。任何時候呢，我哋係做緊一個商業性嘅呢個嘢，商品嘅買賣唔代表個政治態度。呢個時代變咗，你點買蘋果手機就話唔愛國呢？如果佢都得，佢開放改革，佢做咩呢？商品就係商品，商品只係一種喜好組成，根本冇咩關係。個媒體炒作有時太偏激，偏激嘅思想好容易搞到民粹主義。對於一個國家嚟講係咁好處嘅。咁我想問下，你覺得而家廣大民眾應該要用咩心態去面對華為呢啲公司呢？唔需要希望佢哋嘅咩心態，平平靜靜、老老實實嘅種田，做翻自己應該做咗嘅。多為國家生產一個薯仔，就已經係對國家有貢獻。多講一句說話，都係浪費人嘅耳仔，係咪先？